有人同身障朋友听行出去，也有身障朋友过10万的出去同人告白，还同韩国同人听书。而做到也难呢，唔单止系要同性变个开呀，下摆系环境使之多人约束束嘅。对身障者同行通唔方便的老人家来讲，将轻基本呢，去脑部适宜传翻如果难咯。现在台湾有完整的无障碍设施的传堂一等少。古所交通大学嘅林琼比教授，对2013年开始，带领学生嘅同身障朋友研发出嚟是得清出台湾无障碍传堂嘅 App， 里面还进一步成立俾社会企业。身障朋友会实际去到传堂看，系咪有抽起俾无障碍设施提打分数，同样嘅详细嘅资讯传到 App 上。有需要嘅民众是提数据嘅方，都拖嘅到合适嘅传堂，向下来认识一个团队。上美族等红色 T 恤嘅身障朋友，让伊爱做爱嘅贴牌员，去到新竹各地嘅传堂，拿到嘅衣服同贴片，就会为老传堂打分数。挂上去就是红烧有辣，不辣就写个清炖的清 ，OK。如果还有不明白，还可以告诉我，谢谢。谢谢。哦，老板有练过，常常在介绍。是啊是啊。我嘅贴牌员唔但唱为老纯点打分数，重要嘅係全堂对行通5里片嘅人提供嘅那條無障礙嘅服務，你為老佢協商記錄下來。最難鏡頭 ，OK。好。拿往上 ，OK， 好。看这边哦，看这边哦。好，按。OK， 再一張。對月票睇門要結發嘅韓國鐵屏幕，佢拿錯輪椅嘅人和春葉幕，全堂高度嘅素材韓國足定嘅語言撈法幕。身障嘅朋友喺對到也要好強鬆食法幕，也迷無乜節嘅素材，一般嘅人怕唔會去注意到，不過對行通5里片嘅人來講都重要。那個是考量到說，輪椅或者是嬰兒車，你在靠近餐桌的時候，會不會去卡到，就是讓輪椅族朋友不方便靠近餐桌用餐，或者是說它的容器空間不是那麼足夠的話，輪椅就會卡住。OK，來你看到了，看到了。不過就乖乖識傳翻，唔過對身障朋友嚟講，會考慮嘅問題仲多。將看到全堂嘅門口有端呢，夾到就冇隨條路去嘅。揪我去，就是邀我去遊玩、吃飯這些事情的時候，我都會說你們去就好了，對我不方便。大部分會這樣，除非有幾個很好的朋友，他說沒關係，我幫你。啊，之前都是這樣，然後去碰到階梯，他們必須幫我把輪椅抬上去。看到身障嘅朋友會面對嘅問題很多，故從2013年交通大學嘅教授林長偉同學生嘅真係志工團隊，同見嘅身障朋友開發了一種友善傳堂 App， 提供相關資訊並行通5里片嘅族群來參考。所以我們設計了一個系統，它只要讓身障者用手機就可以完成整個的記錄跟服務，然後這樣的資料上傳到雲端。由資深的經驗的身障朋友們負責把資料進行審核確認，然後把它變成 APP， 服務每一個需要幫助的人。一種友善傳堂 App 同一般美式傳堂 App 都冇相同，唔但將前面到友善嘅傳堂 App 本身未同友善。對於點線架下1公司同1公司愛減有1.5公分按法，而也未資料簡單熟嘅就好。按呢老人家同身障嘅朋友就較好操作。另外愛用呢種式未同工具，韓國點落下去躺喺桌上，按呢看唔到嘅朋友就點樣用。經過身障貼牌員設置許多各傳堂查過，針對無共用嘅身障朋友送出各種無共用嘅情景，設計了以下種嘅 App。
然后它的情境是我可能在路上，我要找离我最近的餐厅，或者是我是轮椅族，我需要找到可以进去的餐厅。再来是我进到餐厅以后，我要怎么找到厕所，我的座位区长什么样子，然后甚至它附近的交通可以怎么到达等等，引导这些资讯，它是针对那个情境特别去设计的。先生，请问一下厕所在哪里？我们厕所在前面，直走左转就到了。哦，好，谢谢。提派員去巡堂查房家下有一項重要嘅檢查項目，就係騙數。認真單單就做唔到，規間嘅巡堂就冇做愛。新竹市的餐廳，像我們這樣跑了，坦白講不下50-60家，可是真正有這樣的張廁所太少太少。到目前為止，就是這一家最好，那其他就是因為可能空間不足，或者是它本身只是用一般的廁所稍微修改過一樣，然後就是讓它勉強可以使用，但是有很多像扶手啊，什麼像服務鈴這些可能都沒有。連長會告訴用科技嘅專業，留平言聽書，未留成種朋友夾落來，現正無中位嘅設施做到好也唔好，也留成種朋友先了解。安內未發揮出正面嘅力量，創造出對大家都利便嘅環境。可是，在這件事情裡面，我們看到了身障者的不便，其實正是他的專業，對不對？如果我們想要了解無障礙的環境，還有什麼才叫友善的服務，其實他們才是真正的專家。我也要去教會我身邊的人去做這些事。現在我更進階了，我去來教我不認識的地方，包括店家，包括說環境，包括說我能夠去及的地方的這些人，告訴他們說我是視障者，我需要什麼樣幫助。對行通唔利便嘅人嚟講，圖來看問題、解決問題，有個亞種 App 服務業未地愛用嚟做，將服務嘅到大家。也係原體研發，未天天嚟對巡堂發展到位插運診所，連國外嘅成種團體未開始嚟做友善巡堂 App。第一，人看到老簡單嘅程式發揮出來，就打造嘅出各種無障礙嘅名單，對有障礙嘅朋友為做乜嘅就變到有可能。